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投資最容易嘅頻道。呢一集繼續同大家更新美元定期存款銀行10月份係咩利息呢？先睇啲基本資料。美國利率決議嚟緊將會係10月29號將會開會嘅。上一個月喺9月17號開咗會，決定減咗1/4厘。而家最新指標利率區間4厘到4厘25，而家距離年底仲有2次議息機會。市場預期去到12月會再減多1次息，去到3厘半到3厘75區間。咁即是話今年2025年預計會減3次息，即係減0.75%。大家可以睇翻市場預測嚟緊10月會減1次息，差唔多96.2%。而去到12月份將會再減多1口息，超過8成半嘅人預期減多1口息1/4厘。睇翻幾個關鍵數據，第一個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。上一個月公佈嘅預期2.9%，實際上都係2.9%。大家會睇到啦，近嗰3次持續反彈嘅。而另外一個 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喺9月10號嘅數據明顯有一個回落，市場預期3.3%，但係實際上得2.6%。而最後一個啦，就係 Core 嘅 PCE， 最近6次都喺區間上落，介乎2.5到2.9%。綜合3個數據睇嚟，經濟尚算穩定。然後到下一樣同息率相關嘅，當然係美國債息息率啦。大家可以睇翻啦，10月份比起上一個月，超短期嘅債息6個月或以下，普遍嚟講比上個月係跌咗嘅。但係倒翻轉啦，1年期或以上，甚至乎超長期10年、20年或者30年債息息率比上一個月係有上升嘅。而家出現一個短跌長升嘅現象。另外睇翻美匯指數繼續低位徘徊喺96到98呢個區間上落。對於市場呢個利率預期，Donald Trump 經常都發表意見。今次呢就話希望聯儲局就減息減到2厘，就批評鮑威爾。一如以往啦，Donald Trump 就話而家息率呢就過高，最好呢就減翻1-2厘，去到2厘就最理想啦。喺美國9月啱啱減息嘅情況下，美元定期存款又會係幾多呢？我哋一齊睇下。無論係港股定係美股，繼續喺年內高位徘徊。要買股票又想賺多啲，當然睇下有冇開戶嘅迎新獎勵先。今日會同大家講2間，第一間富途牛牛，而家開戶優惠，開戶入金1萬蚊留60日，先送你1000蚊現金券。如果你開戶入金滿8萬蚊留60日，就會送你2000蚊現金券。如果乜都唔搞，齋擺，回報都相當唔錯啊！唔想揀現金，可唔可以揀其他禮物呢？一樣有，無論你入1萬蚊定係入8萬蚊，擺60日就會各自有唔同嘅禮物選擇，總有一樣啱大家。然後第二間長橋證券呢一期 Longbridge Cafe 開張啦，10月開戶大激賞，加送港幣1800蚊現金卡。開完戶口入錢，唔同銀碼有唔同嘅獎勵。1萬蚊留60日有800蚊現金卡，8萬蚊60日有1800蚊現金卡，20萬留60日同埋交易45次就會3000蚊 Apple Gift Card。如果你入交易100萬留90日同埋交易90次就會有 iPhone 17 Pro Max 512GB。除此之外，開戶轉入資金1萬蚊就會港股美股終身免佣。另外開戶轉入資金1萬蚊即送你700蚊現金卡。另外仲有咖啡終身都半價。大家如果想開戶口嘅，可以撳翻資訊欄相關連結。下次如果有更筍嘅開戶優惠，再同大家分享。先睇第一間工銀亞洲全新資金定期存款推廣，美元98日3厘55，188日3厘5。呢一個係工銀財富或者理財金客戶有嘅利率。如果你存款金額係美元15000或以上，利率將會低0.05%，分別為98日3厘半，188日3厘45。另外，佢亦都有網上定期存款優惠，定期存款15000到10萬以下，3個月3厘35，6個月3厘3，12個月3厘1。今期有啲特別，如果你做1個月呢，大家會睇到利息反而係最高。例如1個月定期，而家利息有3厘45。如果你銀碼去到100萬或以上，更加會有3厘65添。然後到第二間匯豐銀行
美元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年利率，無論你係匯豐卓越理財專上客戶定係卓越理財客戶，3個月3.6厘，6個月3.5厘，12個月3.3厘。如果你係匯豐 One 客戶，最低存款金額2000美元或以上，3個月3.4厘，6個月3.3厘，12個月3.1厘就會低0.2%。然後到第三間中銀香港新資金特優定期存款美元定期存款，如果你係私人財富或者中銀理財，3個月3.5厘，6個月3.3厘。如果你係自營理財或者自助理財等，就會低0.2%。然後到第四間 Citibank 全新客戶定期存款優惠，符合相關條件。如果係美元定期存款，花旗私人客戶，如果同時間滿足晒兩個條件，會有4.2%。如果淨係滿足定期存款條款 A，就會有4% 啦。如果你係 Citigold 客戶，利息會低0.1%。然後到第五間大中銀行香港美元定期存款，3個月3.7厘，6個月3.5厘，12個月3.3厘。然後到第六間富邦銀行，而家用富邦 Plus 手機應用程式特優美元定期存款優惠，存款3個月4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6厘。呢個要滿足條件，美元存款65,000或以上。如果你嘅存款金額唔夠，利息會低超過1厘，大家要留意翻啦。另外可以喺分行做定期存款，美元128,000， 3個月3.7厘，6個月3.4厘，12個月就會係3.3厘啦。然後到第七間恒生銀行美元定期存款特優年利率，存款金額美元2000或以上。如果係網上理財嘅話，3個月、6個月都係3.7厘。如果喺分行或者電話理財，有機會利息低少少。另外到第八間渣打銀行網上新資金定期存款，美元存款2000或以上，3個月、6個月都係3.5厘，12個月3.3厘。另外渣打銀行有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，美元存款由開戶日期起計，去到11月30號會有3.2厘，12月1號至到2026年嘅1月1號就會3.4厘，而之後啦1月2號到2月2號就會有3.6厘。然後到第九間中國建設銀行亞洲，繼續佢嘅月月增息儲蓄戶口，由即日起到10月16號開立月月增息儲蓄戶口同埋登記月月增息優惠，並且於存款開放期內存入資金，美元最高可以達3.5%，活期儲蓄年利率。美元存款金額1萬美元或以上，第一個月1厘半，第二個月2厘半，第三個月就會有3厘半啦。然後到第10間星展銀行 DBS 新資金美元存款6000或以上，3個月3厘65， 6個月3厘4， 12個月2厘85。如果係現有資金，利息有機會低0.05%。然後到第11間證券行 Interactive Broker， 佢而家個利息點計就係指標利率4.09%，再減0.5%。如果存款喺入邊1萬美元或以下冇利息嘅，大過1萬美元就會行呢個利息，就係3厘59啦。假若你有賬戶現金結餘10萬美元，咁你最終 Net Asset Value 有嘅利率咧就會有3厘222啦。然後到第12間東亞銀行網上美元定期存款特惠年利率，如果你係至尊理財，元幣1000或以上新資金3個月3厘4， 6個月3厘2， 12個月3厘1。然後到第13間招商永隆銀行美元定期存款5萬以下，3個月3厘5， 6個月3厘3， 12個月3厘1。然後到第14間中信銀行國際，繼續佢嘅大富翁存款，由登記日期起計去到11月30號，呢一個期間會有2厘38， 12月1到31號就會有3厘68，而最後啦第三期2026年1月1號到31號就會有5厘08添。然後到第15
5間大新銀行高息美元定期存款。如果係存款金額50萬以下港元，3個月3.5%，6個月3.3%，12個月3.1%。最後我做咗個表俾大家參考翻，同上一個月比較，由於美國聯儲局減咗1口息，大家要睇翻啦，普遍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都有下跌嘅，所以美國聯儲局減息或者加息對大家都會有影響。睇翻美國國債同上個月比呢，影響就唔係好大嘅，跌咗少少唔多。另外幾間銀行定期存款呢都有0.2、0.3% 嘅下跌，仍然比較高息嘅。咁我用熒光黃色 highlight 咗，大家可以參照翻。呢一個月10月份美元定期存款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下一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